咁我非常高興咧，今日可以出席呢一個由香港互動事務商會主辦嘅品牌大獎2025。咁咧，首先我就要感謝呢一個主辦單位啦，因為事實上咧，對於香港嚟講，我哋有好多唔同好嘅品牌。咁咧，趁呢個獎項咧，一方面就可以鼓勵我哋大家行業精益求精，同時間咧去表揚我哋呢啲咧係做得好好嘅品牌，令到大家咧係可以更有鼓勵、更有動力，往後咧係更進一步嘅。咁呢個機會咧，先想同大家都就叫做匯報下，或者報告下我哋香港現時嗰個經濟狀況。其實儘管我哋見到好似環球嗰個嘅形勢係複雜多變，但係其實睇翻我哋香港咧，儘管我哋一個我哋叫細小開放型嘅經濟，應該會受到好多唔同風雨嘅影響，但係呢個中間嘅過程咧，我哋乘住一國兩制嗰個定位咧，都係把握到好多唔同嘅機遇，令到咧我哋今年 so far 咧嗰個嘅經濟表現咧都幾係穩定嘅。咁我哋今年上半年嘅實質嘅本地生產總值咧，其實按年增長咗3.1%。咁我點樣去理解呢個數字咧？其實想強調咧，你睇翻全世界嗰個，例如你話呢個7大工業國 G7 countries， 佢哋嗰個今年頭半年嘅生產總值咧，全部都低過我哋香港嘅。所以如果以發展經濟體嚟講咧，我哋做得唔錯。咁實際上咧，我哋第一季度就按年增長3.1%，第二季度咧今年就按年增長3.1%。咁咧兩個季度拉勻成個上半年咧增長3.1%左右。咁所以見到咧我哋嗰個經濟勢頭唔錯。咁而睇翻嚟緊啱啱第三季咧，我哋見到例如7至8月合計嘅出口貨值按年咧係增長咗14.5%。旅遊嗰方面咧，訪港嘅旅客咧，其實第三季訪港旅客數字咧都按年增加咗12.2%。咁仲有講係首9個月累計咧，係個總人次係講緊超過3600萬人。咁所以事實上咧，我哋唔同嘅範疇，無論係出口嘅貨值啦，我哋訪港嘅旅客等等咧，都見到一個比較係叫做可觀嘅增長。咁睇翻咧，我哋本地消費嘅市場咧，8月嘅零售總銷貨嘅價值咧，亦都按年增長咗，係加快到3.8%，亦都係連續第4個月錄得增長嘅。所以你見到事實上，無論我哋上半年好，或者暫時第三季度咧，嗰個經濟嗰個勢頭都唔錯。咁除咗淨係睇經濟嘅大數據以外咧，我睇翻資產市場方面咧，我哋近月嗰個嘅走勢都唔錯嘅。例如睇翻住宅市場，我哋個樓市比較平穩，咁交投都比較活躍。睇到今年嗰個嘅租金咧都表現係強韌嘅。如果睇股票市場咧，更加大家了解啦。其實今年首9個月咧，我哋嗰個市場嘅氣氛都好正面。咁今年9月底，我哋恒生指數咧，其實係比講緊上年年底咧，已經升咗超過30%。咁事實上，我哋個股市成交都好活躍。我哋今年我哋9月嘅，或者睇9月啦，9月平均每日成交額咧係講緊大概3167億港元。咁呢個數字咧係遠比去年同期咧係升咗接近係1倍。咁另外咧，我哋見到新股市場都活躍啦。今年我哋首3季其實迎嚟咗69宗嘅首次公開招股，咁集資額係講緊超過1800億港元，亦都暫時嚟講係冠絕全球。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唔同嘅經濟範疇都做得唔錯。咁我哋預計今年咧全年香港嘅經濟增長咧都係2%至3%左右嘅。嗱，咁我哋講緊今日係品牌啦，咁事實上咧，我哋唔同嘅業務咧，都會同我哋呢個新嘅一個叫做電子嘅支付，或者講緊我哋一個數字經濟係好有密不可分嘅。咁我希望借呢個機會都同大家分享下呢方面我哋最新發展。其實睇翻而家香港咧，我哋電子支付嘅普及率已經係超過90%㗎啦。咁所以咧，事實上係俾到好多市民有唔同嘅選擇。咁喺政府嚟講，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舉措，當然就係6年前以上咧，我哋就做咗個轉數快嘅快速支付系統，一個好重要嘅金融基建。咁其實過去呢幾年嚟咧，都不斷咁增長緊。我哋睇翻咧，去到今年9月咧，轉數快已經有大概1800萬個嘅用戶登記。咁比起18年底嘅200萬咧，其實係增加咗好多。咁同埋呢1800萬，今年9月底咧，比去年嘅同期咧，都係再增長18%。所以見到咧係其實每年繼續有增長嘅。咁而事實上佢幫我哋處理咗好多交易嘅。而家轉數快，例如去到今年嘅9月啦，佢其實每日平均處理咧講緊係有208萬宗嘅港元嘅即時交易。咁呢個數字按年上升咗2成。咁交易嘅總額咧係相當於咧係講緊186億嘅港元每日。咁講呢個數字咧係按年上升超過4成添。所以你會見到咧，事實上我哋係越嚟越普及，亦都越嚟越幫到唔同嘅市民同埋商戶去做好佢哋嗰個嘅轉數或者支付。咁
咁而我哋特區政府都不斷咁去繼續去擴大我哋唔同應用場景啦。咁包括去年呢，我哋總共有成600幾項嘅政府嘅繳費呢，都已經落實咗喺呢個轉數快度可以做到電子支付，包括稅款啊、差餉啊、水費啊等等。咁我哋會繼續咧去擴大我哋轉數快嘅功能，希望咧繼續為大家提供便利。嗱，咁我諗對於商戶嚟講，除咗用呢一個金融科技去幫助佢哋做轉數支付以外咧，另外一方面可能都係希望佢喺前期做一啲嘅籌融資嘅工作，咁咪幫到嘅。咁正係咁啦，我哋就3年前推出咗商業數據通。咁簡單嚟講咧，就係可以俾銀行分享嚟自中小企唔同嘅商業數據，去便利佢可以更容易攞到不同嘅金融服務，尤其是借貸。咁事實上咧，商業數據通咧已經有26間銀行同埋17間嘅數據提供者咧係參與。咁使用率方面咧，其實去到今年嘅上半年年底，即係今年6月底咧，已經促成咗超過61000宗嘅貸款申請同埋審查。咁涉及嗰個信貸嘅批核總額咧，係講緊超過500億港元嘅。咁而為咗去擴充呢個商業數據通嗰個嘅用途咧，咁我哋其實喺去年咧，公司註冊處咧亦都同政府連接嗰個構建一個叫做授權數據交換閘，咁令到咧喺金融機構獲授權後，同埋企業嗰方面係授權後咧，佢哋相關一啲政府數據咧都可以攞到嚟用。而喺今年嘅5月咧，我哋進一步將呢一個授權數據交換閘咧係同商業數據通咧同土地註冊處都連接咗，令到土地註冊處嗰個嘅流程更加自動化，去支持我哋金融服務業呢個數字化嘅進程，以進一步咧去利用商業數據中去幫我哋唔同嘅中小企可以攞到金融服務。咁總括而言啦，我哋特區政府咧會繼續致力推動電子支付同埋金融科技嘅發展，去透過完善我哋相關嘅金融科技基建同埋我哋健全嘅監管制度咧，去為我哋嘅市民、為我哋嘅企業咧提供更多嘅電子支付同埋金融科技選擇，從而咧促進我哋數字經濟發展，從而咧亦都提升我哋整體成個商業環境嗰個嘅效率同埋我哋嘅質素。咁值得一提啦，當然去到呢度就係話，我哋而家就係10月27號啦。今日其實其中一個今年好重要嘅日子咧，就係今年嘅12月7號，就係我哋立法會嘅選舉日子。咁希望大家，我相信睇新聞都會見到好多呢方面嘅新聞嘅。咁希望到大家咧喺度呼籲大家，就到時就要去積極參與、踴躍投票，一齊咧係為我哋香港選出咧一個適合我哋可以幫我哋喺立法會咧代表市民、代表企業咧係去發聲，同埋去我哋政策有正面貢獻嘅立法會議員。咁喺度咧，我要再次多謝香港互動事務商會咧，去舉辦呢一個嘅品牌大獎。咁喺度咧，我再次咧要祝賀所有嘅得獎者，咁恭賀你哋好成功咁樣去攞到呢個大獎，亦都咧要多謝你哋一直以嚟對香港經濟貢獻。咁我祝咧今日大家有個愉快嘅下午，大家事事如意，身體健康。